台湾农业新疆嘅所土當家，這幾多2018年是為進行滿業個人社會，長期政府議題變作未來國家領導人天將面對嘅日態考驗。原本這類較多嘅老人家還有新人家得到妥善照顧，三組總統候選人都提出了財體老化嘅概念，希望提高社區照顧嘅量能，同時擴大人力需求。我對日上老人國家成長有冇共同意見。同時，社會福利團體認為，有關後生新人在議題，三組候選人都有待加強。廿多年，台灣人健康減少，今年與年間總人口冇增加，電多還減少。現政府各處強拍為本人所變，就以下國內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來看，南北中雲林安內縣市強拍還唔能強一類。國家的統計說，女性說我有工作，我才願意結婚，我才願意生小孩。所以，女性就業是第一要務，然後去建構這個公共的托育托老的服務，就可以環環相扣，解決這個女性生育跟養育跟兼顧事業跟家庭的困難。國人平均壽命近來見到些，長期照顧咪係當重要課題，不過像預算運用入邊，過程樣就有動多好拗。民進黨是從稅收，那請問他的稅收怎麼來？然後第二個，如果用現有的稅收排擠其他的財源，那還不是一樣？最後要加稅。以現在的經濟的環境跟我們的產業的情況在這個時候再增加他們的負擔，其實是會讓他們的負擔非常非常的沉重。花小錢辦大事。今天我們看到台北地區有好多的這些老的農家，那為什麼不把它好好整理以後，也讓其他的這些老人安養的問題、獨居老人的問題，把它去結合去做好呢？先前提出從90年2.檔政策的蔡英文，注重用遺贈稅一條來做傳言，傳統從州完全共享化。當初也提出超級基金制，勞政府預算韓國數年去做投資成立基金，就從亞海年金制。韓國做理論係注重外用從健保安寧嘅社會福利保險制，為全民共下來分擔責任。對亞三種做法，專家認為各有好壞。服務如果沒有建制起來，光跟人民收錢，那只是欺騙大眾而已，並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現在每一個家庭承受的照顧的辛苦。長照保險是很值得推的，但是中間可能台灣可以有4-5年，事實上用公共基金，就是從稅收制到公共基金到長照保險，這樣3階段去推到，讓這個財源其實是穩定化。唔但搶預算，政府年底嚴重唔拉，咪係台灣長照動態問題。亞國內差唔多有76萬成年人口，唔過單單都係意思外事寬富。就算三組候選人都有講，長照外地物價、外地社區都好來做，因為安尼做嚟帶通相關人力需求。唔過政見落成去做認為安尼問題還係冇徹底解決。所以我們就提出20年退場機制，你可不可以提出政策上說，我每年有500億，20萬就500億，我幫那個東南亞國家創造外匯。那我們一個企圖心是慢慢的讓我們本國籍的研發產業可以長出來。我們覺得這是兩黨的長照政策忽略的。許多長照機構同老人家互動到錢難難嘅，未殺到機會見公正見。三網來講，對老人家還有很多乜嘅政策要做。唔過專家認為，後生嘅新人者、候選人都冇乜講到。其實佢哋仲係打破唔到自托人，做嚟講係用事，獨行用事。好像現在長照10年，它也許只用50億，所以它沒有辦法針對那個50歲以下的身心障礙者。那但在量能提升計劃裡面，它預估在106年的時候，希望把50歲以下的納進來。好，那要納進來，當然就會涉及到經費。經強調為做行動到社福團體希望，未來國家領導人為卡出新地位，從事相關議題。安內長照制度將會係成人家庭前有利的把柄，唔係老全民遵守提款機。客家新聞的9成組綜合報道。